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Aura Connections。今日想同大家試下江浙菜，店家叫做桂魚溪精緻江浙菜，位於卓越中心2樓。大家可以從福田口岸乘搭10號線在江夏站下車。進入餐廳，餐廳嘅佈置非常之精緻，很有意境，就好似一池淺水上蓮花盛放一樣。從裝修佈置就見到店家有品味，讓人味嘗菜，先醉於境。大家可以在大眾點評裡面打桂魚溪3個字，好快就見到，而且評分都有4.7分。雖然套餐種類就有好多，但今次我哋決定逐碟送叫，可以試多啲唔同食物。一坐低，店員就俾咗一套9宮格茶杯盤給我們，俾我哋自己揀喜歡的茶杯。我自己就揀咗綠色杯，喺燈光下睇茶杯嘅花紋，真係好靚。呢個安排我哋都係第一次。打開菜單睇睇，最吸引嘅菜式就係梅菜乾紅燒肉。我哋旁邊嗰家人都點咗呢個。第二款是八珍海膽豆腐煲，由石鍋醒仔。諗下，每人叫一盅湯飲也幾好。原先我們想點陳皮花雕醉煲蟹，可惜我們得2個人試唔到咁多嘢食。江浙菜的款式實在太多，令人好難揀。其實江浙菜是中國8大菜系之一，源自江蘇同埋浙江，所以合稱江浙菜。以選料精細，注重本味，口味鮮美。鹹甜適中，刀工精湛，製作精巧，擺盤講究為特色。最後我們商量了5分鐘，就叫嘢食。首先第一碟是油渣炒菜心，接住就是梅菜乾紅燒肉，色彩繽紛的顏色令人食慾大增。旁邊黃綠色的小饅頭，用來夾住梅菜個紅燒肉食。然後就是蟹粉小籠包。店員打開蒸籠之後，可以見到小籠包上面的蟹粉勁多，如果點埋醋一起食，一定勁好味。可以見到小籠包上面有好多橙黃色嘅蟹粉。跟住就是八珍海膽豆腐鍋，可以見到寫鍋熱辣辣，所以店員都提醒我哋小心辣度。雖然我們好想等齊所有食物先拍照，但是蟹粉小籠包一定要趁熱食。食親蟹粉小籠包一定要好小心，否則薄薄的小籠包皮就會穿，流晒啲汁同埋蟹粉出來。當然一定要點啲紅醋食，再喺蟹粉小籠包上面補少少醋。當我哋夾起蟹粉小籠包，我哋可以見到形狀會稍微變形，這就代表師傅嘅手勢好好，因為薄皮就可以讓蟹粉肉汁慢慢滲喺小籠包皮裏邊，真係超好食。等我用匙羹滗起嚟俾大家睇睇。可以見到小籠包入面有很多橙黃色嘅蟹粉。第二款是梅菜乾紅燒肉，有6粒黃色、綠色的小饅頭喺蒸籠入面。先用筷子夾嚿紅燒肉俾大家睇，嚿肉好似琥珀的顏色，有一層閃靈靈的光澤。梅菜乾呈黑亮色，一口咬下去，入口即溶，充滿膠質的感覺。跟住梗係將小饅頭加埋梅菜乾試下。先將黃色的小饅頭反轉，放在碗內。聽頭先店員講，要將梅菜乾和紅燒肉釀埋入去。紅燒肉經過冰糖以及醬油煮完之後，紅燒肉產生一種焦糖的感覺，勁惹味。加埋深黑色的梅菜乾以及黃色小饅頭，你睇我加咗幾多？如果你唔怕整污糟自己隻手，可以用手攞起饅頭，用筷子將梅菜乾及紅燒肉塞入去，加埋晒一齊之後，試教效果超好。頭先試咗一嚿，食落都唔係太油膩，可能因為加埋小饅頭一起食，真係一試難忘。等我繼續試下先。突然間諗到，可以用碟邊以及蒸爐邊夾住個小饅頭，然後就將梅菜乾、紅燒肉塞入去。
肥嫩嘅紅燒肉，再加上梅菜乾，簡直是完美結合，做到肥而不膩。加埋小饅頭啲煙煙韌韌的口感，美味非凡。下一碟菜就是客伯珍海膽豆腐鍋，材料包括有海膽、鮑魚粒、蝦仁、冬菇粒、青豆、豆腐芋頭、豬肉粒等等，味道清淡得嚟，又溫和，用來配飯簡直一流。除咗頭先嘅餸，我哋仲再嗌多幾款，梗係要試下蟹黃撈麵。店員話可以幫手撈，但係蟹黃撈麵梗係要自己做，撈起，風生水起。要撈勻之後，將每條麵條都惹滿蟹黃汁。淨係睇不停撈咗嘅畫面，已經好好食。如果大家去食，記得要不停撈，因為呢麵條凍咗會黐埋一齊。最重要就是將蟹黃扣在麵條上，值得期待。我哋仲叫咗蔥香牛渣飯，蛋黃放在牛渣飯上，而下面啲牛渣飯就柔軟多汁。先將啲蛋黃同牛渣飯撈埋一齊，讓佢哋兩者完美融合。我哋見到呢飯粒之間沾上蟹黃或者牛渣醬，咁為之最好。等我哋將啲牛渣飯舀落碗度試下先。可以飯粒沾上牛渣醬同埋蛋黃之後，變得晶瑩剔透。用筷子將啲飯夾落口入面，口感極佳。頭先忘記影食蟹黃麵嘅情況，梗係要影俾大家睇睇。蟹黃麵加上咗紅醋之後，蟹黃嘅鮮味就激發出來，食落口味道鮮而不漏，咁究竟奢侈。當然食乾切菜，除咗食物質素之外，環境佈置都好重要。可以見到餐廳將中國傳統嘅美食結合現代化嘅設計，達至色香味皆全，讓你感受到高級優雅的感覺。每張台之間都有一定距離，令我哋唔會搞得好逼，等我哋可以享受到進食的樂趣。當然食乾切菜價錢都唔平，但作為商務食飯就相當合適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鍾意這條片記得 comment like、share 以及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